沙合文片名，克服视力障碍，打出巨大嘅奇迹。文李文芬，国中特殊教育教师，苗栗县客家人。本影片係用台灣行業法因內同實驗強合成，係講有中意，正拜託當一同分享。第100年講到大保齡球嘅樣式，而你見到角度樣式就會浮現出一雜鬧熱嘅場景，朋友。我客人向下向蘇海水同笑容，唔管係高度落場，也係挑戰設計嘅得分，也都緊張出擊嘅畫面，對100人看來係當平常嘅事。唔過，對視障人士來講，大保齡球賽係一個難度當高，韓國無法推薦叫嘅運動，因為保齡球愛控制住氣看，總記得嘅球方向同一條，也對大部分嘅視障朋友來講，係無法達到嘅目標。對苗栗視障協會來嘅一群視障朋友，佢哋透過上網訓練到重複練習，還係做得打棒，圖像講出去，老師共同演相講出來，假如你認真目做唔好，造成嘅個保齡球障礙。佢哋重複使用其他嘅感覺功能詞推視覺、比種覺、聽覺、觸覺等本體覺來輔助判斷，成功達到大保齡球嘅目標。一群視障朋友被佢哋球投降。全部前衝入去兩張義工，美國各地嘅糖，衝到球館內嘅聲音同氣氛，點出設計的球嘅技術，讓這球會打出稀時嘅挑戰，記得每把老球會得出去，都愛挑戰的球力同力條。氣味嘅衝浪，這感老樹嘅感覺，都做下係愛嘗試把握嘅空調，提高老設計各項嘅感覺狀態，展開村場練做體育嘅優勢。也多年來，因為苗栗縣嘅保齡球館已漸漸嘅舒適。視障朋友上到保齡球，撒愛到當年嘅豐年獎遊，或者視障協會嘅社工，韓國志工團隊，唔想艱苦，中年批定也全3萬精進設計嘅飛行去練習，肯定佢哋100進步。每當數到佢哋100嘅笑容，比發白嘅練習力度，有時是因為打球嘅路線變化，可能得唔錯方向，得到當時嘅分數。唔過佢哋唔會甚至也係放棄，點都係。也表達其鼓舞佢哋必須達標，悄悄地改善佢哋嘅技巧，以及實力向下高嘅水準前進。故所視障嘅人打保齡球，唔單將係一種本土體驗，還係展現人類勇往直前的精神。
老朝一切家的勇气，佢哋嘅代表一本很較多人了解到欣賞，本很利來傾聽，也全是種朋友按什麼。雖然啲個聽人嘅全國神中運動會，佢哋冇聽錯，我係推表對應參賽的人數。唔過，佢哋也不會按表，互相鼓勵，勇敢接受挑戰嘅精神，同大家很有樂。神夢按自細要中意搶分享，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，傳承客文化。